目前针对安置的部分有2个学校包含北门国小的玉湖校区以及科寮国小的双孙校区针对它的环境以及它的装修等等来做一个修缮，总共可以有20户可以入住然后包含里面的一些基本设施，我们大概都会有配备。将废弃的校园闲置的宿舍建议是说做一个简单的隔间针对这一次这些弱势户屋顶全掀的部分或者是半掀没有地方安置的部分，可以来学校这边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安置，等到屋顶修复完后，那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庄村这边还有一个它比较特别，它是教职员的宿舍，其中有6间，那是属于类似有一点雅房的概念，那其中还有一个厨房的一个设备我想这如果对一些短期安置的一些居民他们也可以自己有下厨的一个机会。那因为学校的教室都有冷气，冷气完了之后，它电风扇也有。那另外这一次就很感谢就是公务局的工班来做一个隔间，然后劳工局也帮我们准备了床，然后弹簧床，还有衣橱。简单的一个家具的一个摆设，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南昆生它的香客大楼大概可以收容到200个人左右，所以有一些短期的安置的部分我们也会媒合他们到香客大楼去。像双村他想要就近住在双村国小，那我们也会来让他们入住就是依照他们的意愿来做安排。现在各地也都如火如荼的开始在做修缮的这一个工作。那如果是双村跟玉湖这边，如果我们媒合的厂商，他们如果有住宿的需求，那我们这边也是规划，我们可以来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做住宿的一个部分，来减少他们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成本。既然有一个好的处所，我们要活化它，我们不要只限制在短期安置收容的弱势户，其实工班我们也可以来媒合。那这边就是说，整个灾情复原到一段落之后，我想这边短时间我们也不会去把它做拆除的动作，然后这个可以到日后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启动收容安置的一个处所，来增加我们安置的一个收容量。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市政府在7天之内，整顿出来的这个，如果碰到灾害的时候，灾民的临时收容中心，这边是已经停止招生的北门的这玉湖分校，那背后这边就是那个教室改装成的收容中心，大概有6个房间。那如果灾民有需求的话，这个地方是蛮适合，而且环境蛮优雅的所以说环境还算是安全，还不错。校园就是空间比较大，所以如果要这边休闲或是运动都很方便。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的环境再优化一些，就可以提供居民很方便的这个生活空间。同时呢，在这边是我们的里民活动中心，国小退场之后改为里民活动中心，那也可以提供给里民一个生活办活动的这个空间。学校跟社区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民众的一个生活空间。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位伫西门路一段的台南西市场，也就是俗称的大菜市，曾经是台湾上大上华的现代化市场。不过，伫没落以后，有真侪人甚至拢唔知影台南也阁有这款所在。经过台南市政府20冬来一步一步进行古迹修复、甲环境改造。现主时重新开幕，头一天就吸引大批民众，尤其是少年朋友前往，成为台南新的拍卡焦点。2003年被指定为市电古迹的台南西市场，俗称大菜市，经过20几档的修复甲景观改造，政府总共投入1亿7千万。立等各界拢咧关心，摊商当时回来时，21号伫乡亲见证市府盛大举办剪彩仪式，正式宣告台南西市场重新开幕。请剪彩，台南新市场百年风华，风景再现。
开幕以后的西市场不只保留传统的元素，嘛有2、3代新形态团商团成。特别第一天领调的强强棍，加上真侪拢是少年人，除了成为文化观光新的焦点，在地人更是满心期待。它没落了好一阵子，你觉得说好可惜哦，就是在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漂亮的建筑物，对，让它荒废那么久，终于今天开幕了。来了好多的人潮，我觉得它就像一道曙光。过去终究是比较古老的方式在经营，那现在就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走，这样的感受是焕然一新啦，是这样。对。年轻人进来是觉得感觉还不错啦。为了让更加侪人知影100年历史的西市场重新开市，市府特别邀请艺人徐凯诗，嘛是台南的查某囝来到宣传，同时甲市长黄伟哲以及所有民代贵宾同台推销市场内特色美食，欢迎大家来感受传统市场的再生甲延续。真的台南的观光产业让更多人来看见。我来的时候呢，刚好我今天忘了带袜子，我就想说，该不会这里就有吧？就我真的有了一圈，马上找到袜子，所以这边真的是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台南。千呼万唤始出来，期待已久，我们西市场的重新 reopen， 可以看到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来了。我们要打造过去的西市场的面貌，过去西市场的历史，以及刚刚江老师所讲的这条线台江内海，大家都看得到。但现在的西市场是台南的门面，也是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市场。虽然这无搁再是过去卖鱼肉蔬果的所在，不过新的特色餐点甲单位，善用历史的优势，要继续写下新的故事，嘛为后一个世代创造独一无二的生活空间甲文化记忆。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六地寮排水是安定甲安南区主要的排水系统，不过8月2号的第一时间强降雨，造成六地寮沿线淹大水。虽然台南市政府已经有提出治水改善方案，不过为了让市府听取民意，立委林俊宪甲议员带来请团队，特别召开政治说明会，希望在明年雨季进前赶紧完成改善。8月下大雨，造成安南区六地寮沿线的新顺里等社区淹大水。为了让民众彻底知影原因，了解政府治水方向，议员蔡立青特别邀集水利、公务等相关单位到场甲乡亲面对面沟通，听出民意。因为咱遮拢会淹水啊，这对咱来讲无公平吼。咱缴的税金，咱缴的逐项嘛拢是白济，为什么淹水拢是咱安南区吼？所以今天特别请我们水利局长一定要来现场。你第一天大落后做，你来做一个30米的迄个涵箱，水来到遮就热了，走必须伫专门溪处理，袂影响到遮嘛。面对这摆强降雨已经超过7高甲涵箱的保护标准，加上新顺桥暗管无拍开，造成地方淹水灾情。局长邱中川嘛一鞠躬向受苦的民众道歉，强调后续已经正式六地寮抽水站、地防池以及新顺桥改建等4件关键性工程，并且向中央提报8点利益，只要经费到位，就赶紧来做。就是在新顺桥的右岸这边来设计一个滞洪池那在最下游的部分呢，我们要设一个抽水站赶快把这个水能够把它往下降。第3个就是我们左岸这边左岸这边这个6块寮排水，就是新顺桥下游左岸这边那我们来再把这个堤防再把它改建好，因为这些堤防都已经很老旧。会中议员蔡小薇嘛说明，在后复原中间特别条例通过600亿的版本以后，立委林俊宪嘛向总统甲行政院争取台南治水优先。原本提出来的版本是560亿的版本，不过呢，林俊宪委员阁特别到另外院去阁争取增加起来到600亿的版本啦所以即摆咱正式通过的这600亿。
既然洪灾特别条例600亿立法院已经3度通过，地方嘛希望对症下药，伫明年雨季进前赶紧改善，摆脱因水的痛苦。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为了协助台南市洪灾受影响的弱势学生，会当安心读册，由立委甲经济部协助每学多间善心企业捐赠助学金甲开学的用品。22号到5间科技业者响应，将提供每一位受助学生5000块的助学金，以及背包甲台灯，估计有600多位学生受惠。伫立委甲经济部的媒合，台南市丹那市洪灾企业安心助学计划，22号上午包括联发科技、群联电子、甲着 AMD、超微半导体、台湾美光、甲着艾斯摩尔等科技业者的响应，伫新营市新民国小活动中心来举行捐赠，由着市府教育局长陈升辉代表市长来收证。经济部商务处长赖建新嘛特别揽下见证这项爱心的意义。眼见的开学就到了。那过去或许在社会安宁的时候，有很多的善心人士还愿意来捐款，包括所谓的代办费用这些诸如此类的。但是因为整个受灾太严重了，所以很多在地的企业可能你要忙于自己企业的复救，所以就促成今天这个专案的一个发想，而且促成今天这个专案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之中，我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来协助我们进行联合。那我特别就要感谢今天所参与抛砖引玉的不管是 AMD、超微半导体、台湾美光，还有艾斯摩尔、台湾艾斯摩尔、群联半导体，还有包括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今天呢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捐赠的仪式，孩子呢，让他在开学不会有所谓物质上缺乏的担忧。那各位的爱心，我们一定会把它转达。我也特别拜托我们校长，当孩子拿到这些企业赞助的助学金也好，学用品也好，一定要告诉他们，甚至告诉虽然没有受灾的孩子知道，当我们有灾难的时候，我们社会处处有温暖。那给我们帮助那明天等到我们有办法的时候，也应该要回馈给需要帮助的人，这个让台湾变成一个善的循环变成一个有爱的一个国家。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机会的教育，所以跟大家做这样的报告。5间的企业捐赠将提供每名受助的学生5000块的助学金以外，另外还有背包、台灯等多元的学用品。预计超过600名的学生会用个受益，互囡仔伫个灾后会用个兼顾生活甲着学习的需求，充分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最近因为受到洪灾甲豪大雨的影响，真侪农渔产业受灾严重，所以后壁区农会特别推出限定的农来小天9宫格资料拼盘。搭配超人气的米亚虎罗雷冰，结合台南市19个农会农特产品，共同做行销，邀请民众做伙来支持在地农产。台南市在地农产嘛用个生出新的风味，有着市府农业局举办农来小天，互爱港人的农产行销。日前伫后壁区布谷农创馆来举办。以着后壁区农会人气的商品米夫双麒麟为主角，提供18种来自各地农会精选佐料，互民众自行来选择，透过趣味的食法，推广台南的农产。来到后壁农会，结合了18所农会的农特产品，跟后壁农会的米夫双麒麟来做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其实这个部分不是我在行销而已，事实上已经是获得市场的肯定。很多市场、很多民众来清寮、观光、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来这个产品馆来买台南市各大农会的产品，那都非常好。那这个双麒麟有甜有咸，不管喜欢吃甜、喜欢吃咸
都有你可以获得你喜欢的东西哈。所以说，在那边其实让台南的农特产品发光发热，不仅是农业局，也是所有的农会更是所有农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向他们介绍我们台南优质农特产品，而且是强强联手结合在一起，特别具有巧思。限定的拢来小厅9公克的佐料拼盘，总共有18种的风味，有咸有甜，拢是来自台南各区农会在地农产，有柚子酱、果干、香酥甲日香松等，提供民众自由来选择，打造出创新又个具有意义的热天消暑的组合。欢迎民众从今起到8月31日，拢会用到后壁区的布谷农创馆，用行动来支持台南在地农特产品。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由台南公司甲亚洲国际风吹联合会共同主办的7股盐山风吹嘉年华活动，8月23号将来到最后一礼拜。主办单位邀请大家把握时间，前往欣赏南台湾上界精彩夏季风吹表演。15米长的大型海洋造型风吹伫咧空中相当壮观。7股盐山经过丹那市风台摧残，经济站清理过后，推出盐雕艺术柜，过来阁有风吹嘉年华并观光。迎来活动的最后一礼拜，主办单位邀请大家把握时间前往佚佗。7股盐山配合一箭双雕艺术季，特别举办了风筝嘉年华活动。最后1周的风筝表演将于这个周末，也就是23、242天登场。各式海洋生物以及特殊造型的风筝在空中飞舞，非常的美丽吸睛。欣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岩雕作品，多彩多姿的风筝，品尝清凉消暑的咸冰棒、双麒麟，还有在地的美食。欢迎大家来7股来盐山佚佗。这场风吹嘉年华唔但丰富休热期间的户外亲子活动，更借由风吹艺术甲7股在地盐文化的结合，持续提升7股盐山的观光亮点甲文化深度。现场除了风吹展演之外，更结合6公尺悬的盐山景观甲展区，还有亲子 DIY 等，让民众亲自认识台湾盐业历史甲特色。台南新闻协会采访报道。教师节将要来到，台南市立林国小校长王全兴，一直是用游戏学园作为拿督，独创王氏游戏教学法，设计一系列趣味的课程，让学生透早起床就想要去上课。王校长嘛获选教育部114年书达奖。一大早就亲自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们上课。丽人国小这间100年老校，在校长王全兴的带领之下，走出转型之路。除了艺术、体育、音乐等各方面样样出彩，成果备受肯定之外，本人也获选114年教育部师铎奖，是实至名归啦。因为他其实所有的课程活动都是以孩子为出发点，为孩子来设计这个课程，让孩子在每天在课程中都以游戏式的方式来学习。小朋友的学习方面，或者是说小朋友的一些包括家庭的状况啊，或者是他们的品德教育，家长都非常的重视。一切的辛劳，教职员都有目共睹。王全兴常年致力于翻转教学现场，教学策略重点结合创意与实务，包括古迹导览的跨领域学习、食农教育、跨校共学等，更自创王氏游戏教学法，让死板的课本知识活化。把学校做成很多的一个关卡，透过闯关游戏关卡的一个串接啊，让孩子去享受那个学习啊，就像自己做的大迷宫，
让他有无尽的保障，让他去尝试跟探索。为孩子设定这样的一个游戏学业的目标，无非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乐在学习，从学习中又能够有成长，又找到他自主性、自发性的动机。游戏学园是一个系统性的校园改革蓝图，成功让学生早晨起床就想上学，实践游戏及学习、学习及生活的教育理想，打造更多孩子心中梦想的学校。记者周海腾的报道。新北市中和的保健路有一间店面无大的古早味豆花店，已经开业将近1家子。头家坚持每一天透早5点就起来备料，就是要让老顾客食到上佳古早好滋味。对着镜头，咱做伙来去看卖。熟练地咬着顾客喜爱的配料，有花生、粉圆、芋圆、红豆、绿豆、凤梨、米苔目，10多种配料都是老板一大早5点就起来精心准备的。这里是中和华泰市场，位于保健路上的一个转角，一家豆花店就这样默默地经营了50年。豆花吃起来口感软绵，在古早味的糖水点缀下更显得顺口，搭配软花生和满满的剉冰，在炎炎夏日上来一碗真的是无比的享受。而这碗在地传香50年的华泰豆花，最早从中和瓦窑沟旁开始卖，如今搬到华泰市场内，也是不少中永和人记忆中最熟悉的甜点滋味。从我爸妈到现在大概快50年了，对，快50年了，应该将近50年了。爸妈他们以前是从瓦窑沟那边开始起家的，就是华泰市场比较靠近瓦窑沟那一边，上午是在那里卖。下午的时候就会转到保健路10巷这边卖，10巷口这边卖。坚持每日手工制作，遵循古法工序，不靠华丽包装，靠的是一碗碗细致绵密、入口即化的豆花，征服了3代顾客的味蕾。糖水是最重要的啦，糖水你不管什么东西，糖水煮得不好的话，应该是糖水就成就于那碗豆花好不好吃啊。对，凌晨早上5点就起来备料卖就是卖到晚上10点11点，对。老板熟稔的招呼每一位顾客来这边吃的几乎都是醋皮桃味，从小吃到大。20几年前，就是我哥退伍之后，然后在家里那边又开了第2间。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说，第2间的名字啊，我们叫华泰豆花粉圆。只是说华泰豆花粉圆可能年轻人那边都会比较偏向于就是靠近公园那家店，因为那家店大家都年轻人去吃嘛，然后吃完之后就会打卡什么的，就配手机嘛。现在吃美食都配手机啊，所以华泰那边会比较有名。然后保健路这边的话是卖的时间比较久远。都咱嘛袂记第4只炒30万年有啦，到迄个豆花啦，千枣啦。粉条啦，旺来啦，粉芋圆啦，粉圆啦，都伊啦有做，咱就有食啦，这拢因爸咧做，因爸阮知影因爸咧做，好食啦。真正好食。随着时代的变迁，华泰豆花依旧坚守着初心，只为守住这一碗碗朴实却不简单的甜品。它不只是碗豆花，更是一份传承，一种人情味，也是一段属于在地人心中的甜蜜记忆。记者萧世宏新北采访报道。2025桃园海客季活动正式起跑，规划了米宝路跑勇闯海客季，是鱼教育、千人看过的体验、海客小旅行、甲嘉年华等等8大主题活动，邀请民众伫暑假尾声，前往桃园海客季，留下难忘的回忆。2025桃园海科技活动正式起跑，是否在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举办联合记者会？桃园副市长苏俊斌特别出席活动，表示桃园海科技今年迈入10周年，特别跨局处整合资源力量，结合新屋滨海地区特有的海客文化，推出多项创新体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这次我们以往我们的相关的海客文化季都是以客家局主办，那我们这次特别整合了我们的观光旅游局、客家局、农业局还有我们的体育局一起来举办，希望说我们跨局处的能量，让我们暑假的海岸线能够更加丰富，包含说我们有夜宿永安，我们有米宝路跑就全国唯一可以一边
路跑一边玩水的我们的马拉松哦，那还有我们相关的游程哦，还有我们的跟渔会一起合作的食鱼教育，希望说在暑假的尾巴，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精彩、丰富难忘，最重要的还深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暑假哈，期待大家一起来参加。桃园海客最出名的就是石斛跟千古，今年不仅能亲身体验千人千古跟石斛维护，桃园石斛协会希望透过海客季，让文化有序传承，让更多人认识海客。就是现在这个海客季，就客家处这边今年所办有客庄的小旅行，可以体验到我们桃园新屋很多的地方的一些在地的文化，还有一些游程。蛮特别，像我们科间的百年石斛，那也可以体验到，就是我这个喷都客家市集这样举办吼，就是非常好，可以就是让我们地方就是几乎每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文化、一些传承，可以让全世界的民众都知道。此外，这次也特别在海螺馆内推出结合海客文化、海洋永续跟艺术设计的主题特展，可以看到海废变成的美丽装置艺术跟服装，让废弃物变新生，并传达保护环境的意识。我们这次用了永续潮起海客丰收这个概念呢，来搭配海客季这个活动。我们用了回收的渔网做成装置艺术，然后还将渔网制成纱线，做成布料，然后再做成服装产品。那还跟客家媳妇阿宝，还有设计师 Versi 一起做了一个丰收包的计划，让我们的客家文化呢，不是只有油桐花，也不是只有我们的牡丹花，还有我们的就是用鱼的意象所做成的海客花布。那展览的内容很精彩，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参观，谢谢。2025桃园海客季规划8大主题活动，包含米宝路跑游船海客季、海客丰收几张去、夜宿永安、食鱼教育、千人千古体验、海客小旅行、永安渔港新兵乐跟海客嘉年华的内容丰富多元，诚挚邀请民众共襄盛举。在8月23号，在我们永安的米宝水枪路跑，那这个路跑呢，会有将近3000人来参赛，那是一个全程欢乐跟欢笑的一个路跑活动。除此之外，我们23号在我们海螺馆永安的海螺馆，我们还有全天的活动，包括有演唱会啦，包括有体验活动啦，还有市集等等啊。那我们海客季包括米宝水枪路跑，我们还有夜宿永安的活动，我们还有小旅行，还有食鱼教育，还有千人千古等等，有非常非常丰富，也适合亲子大小都来参与。桃园海客季从8月5号一路嗨到31号，海客季米宝路跑将会在8月23号登场。凉爽消暑的水乡大展再度席卷新屋沿海，沿途还有滑水道、障碍闯关、戏水池等设施，同步还有市集、音乐趴跟抽奖活动。活动线上报名已经开放，欢迎大家一起来桃园海客季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来为一团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
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